继续关心，因为海葵风台来，昨昏咱中南部真侪县市拢停班停课。也毋过外交部为着要服务有赶紧想要领到护照的民众，伫中部、南部也各分嘉南办事处，伫昨下晡1点到3点，也是有照常上班，开放民众去领护照。嘉义市宣布，测试因为风台的关系，所以无上班、无上课。不过，伫外交部的分嘉南办事处照常开门，伫下晡开放互民众来领申请的护照，互民众感觉真方便。其中100件左右是有关旅行社的那个团体件哈，他们基本上都会固定时间来取件。那其他大概在10件以内哈，都是属于个人件。我就觉得就是还蛮方便的。外交部分嘉南办事处表示，过去若拄着风台天放假无上班，也是提供一段时间，互民众来领护照。准讲着赶要出国，赶紧要爱护照。外交部伫桃园机场嘛有提供服务。即便是台风来袭啊，即便是全部的这个办事处都停止上班上课的话，我们桃机的人员还是提供24小时不停滞的那个领事服务，包含护照的核发业务。海葵风台来，嘉义县市虽然风雨无介大，毋过免上班上课，也是影响到一寡公务机关的服务。外交部分嘉南办事处表示，外交部配合各地状况的调整服务，希望互需要赶紧领证件的民众，袂因为天气来受到影响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